來看政治大學今仔辦一場論壇，是邀請前總統蔡英文甲來台灣訪問的一個參議院議長韋德哲出席。韋德哲是講這擺來台灣主要是要透過兩個對話來深化合作，共同來維護自由甲民主的價值。蔡英文是真感謝韋德哲面對真大壓力，堅持相挺台灣，讓台灣人民真感動哦。嘛講兩個友誼是建立在民主、自由跟共同的價值觀。這個參議院議長韋德哲目前在台灣訪問，拜三和前總統蔡英文去參加由政治大學舉辦的哈佛對話論壇，討論切磋前總統哈佛安怎對抗威權，甲強化公民社會。閣面對國際局勢變動，要安怎透過下國家的對話，延續人權的價值。韋德哲在演說的時，唔但分享哈佛的理念，嘛強調真相甲愛，將基本的戰贏白插話甲糾紛。Učme se dialogu, více si věřme a spolupracujme v zájmu našich zemí. V zájmu rovné a vzájemně výhodné spolupráce, v zájmu obhajoby, ochrany a posílení svobody a demokracie. V zájmu zachování naší důstojnosti. 韋德哲講，這擺來台灣主要是要深化台灣甲捷克兩國合作，共同維護自由甲民主。前總統蔡英文致辭的時嘛講，若要落實民主價值，唔但靠制度，嘛需要人民共同參與甲發聲，才會當維持社會自由甲尊嚴。Democracy depends not only on institutions, but also on citizens who are willing to speak honestly, act responsibly, and participate in public life. In Taiwan, as in Czech Republic, I believe that the people should have a powerful voice in shaping our collective future. 另外，除了論壇，拜三下晡在台灣雙林公園，嘛會舉辦上鎮民主連結甲對話精神的哈佛的鄧醫療起告儀式，希望透過公共藝術延續人權、民主的價值。記者吳正陽、王志光、尹瑞基台北報道。